乌山排水系统将水流汇入直有的花田排水，但因两边的土花也未时间完成，造成部分的地段被水流冲甲放弃。陈廷辉表示，土花若继续崩塌，不仅会降低排水效率，更可能影响到附近居民的居住安全。因此，修复工作必须要立即启动。你这一块你没做的话，它这边已经有崩塌跟那个冲刷的状况了。所以这个一定要做。现在在做这里，那就是说，如果把它延续到今天这个位置，就到这里。那当然到乌山头那边还有一段距离，可能还要比较多经验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先做，做完之后它个 A 先高压，你对，北工这段先做，才大概2000万先做。陈廷辉强调，台南厝地的水利建设，因应气候变迁的关键转型期，除了现有的600亿在后重建特别有成以外，中央未来也将投入气候变迁适当4,000亿经费，也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把握机会，积极提出排水整治计划，让资源发挥上大效益，真正保障居民安全并提升生活品质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